大家好，我係 James。今次咧，我哋用咗2年時間去幫澳門某個綜合娛樂場啦，將佢哋總共有8到10套嘅系統搬晒落我哋嘅 EIP 系統上面。咁我哋一齊睇下，我哋係點樣做嘅。咁其實喺今次成個 project 入面，我哋第一期就幫佢做咗3個系統先嘅，咁分別係工單啦、HR 同埋倉庫系統嘅。同時其實我哋呢個客戶佢係一個擁有2400人全年無休都要運行嘅一個綜合娛樂場啦。咁所以其實要求我哋嘅系統需要全年無休非常穩定咁樣運行，而且我哋係做到支援同1秒鐘內超過300嘅並發數量都係可以處理到嘅。咁所以其實系統嘅運作極限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已經係非常之安全且穩定咁運行咗超過2年時間㗎啦，而且我哋亦都從來冇出現過崩潰嘅情況嘅。接下來咧，其實我要同大家重點講講我哋幫佢製作嘅呢個倉存管理系統啊，即係 inventory。呢個系統咧，其實主要由佢多個唔同產品嘅倉。喺呢個過程中，我哋係點樣去管理佢哋呢？首先，我哋幫佢做咗一個多幣種嘅運算，因為佢哋嘅貨物採購係由世界各地採購最新鮮嘅嘢翻嚟，供應俾佢哋嘅客戶嘅。所以我哋都要支援到呢個叫做多幣種嘅換算，而且我哋已經係做到係多幣種運算後精確到財務數字嘅小數點後6個位，係令到佢哋財務對象咧係唔會因為匯率咧去產生呢個比較大嘅數字落差嘅。固然佢有2400個員工啦，所以佢哋其實公司內部有非常之多嘅培訓，透過我哋嘅系統發送俾所有嘅同事嘅。咁我哋可以將成個活動嘅報導情況同埋報名情況線上化、可視化，咁你大大降低咗佢哋嘅行政壓力。最後，因為我哋系統基於呢個可以自由搭建嘅性質，其實佢哋喺呢一個費用底下已經係可以自己再自行搭建其他嘅部門應用去協助自己工作嘅。基於我哋系統可以自己運維嘅特性下邊咧，IT 部嘅壓力其實大大減低咗。喺呢個過程中，已經係可以令到佢哋工作嘅價值同埋效率大大提高咗嘅。今日嘅案例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如果你哋對於呢啲大型嘅機構或者係企業，你哋都有興趣或者有呢啲需求嘅話，歡迎大家 WhatsApp 我。我係 James。2025企業系統以舊換新優惠又嚟啦！如果想換咗依家呢套唔啱用嘅系統嘅話，快啲預約我哋諮詢同埋獲取免費 demo 啦！